你好啊，小賢姐姐。係做乜嘢咧？我想問你，你話你覺得屋企人重要，抑或係朋友重要呢？哦，咁肯定屋企人噶啦，做乜嘢啦？我今日想同你講一下我同我媽媽之間嘅問題。係咩問題啊？就係我媽媽佢性格，佢一直都係比較強勢噶嘛。就連我着咩衫都係佢同我揀嘅，咩顏色，佢話我着黑色唔好睇，咁我就一直都唔得着黑色。哦，咁你媽咪咧都真係比較專制嘅喎，應該比較錫你係咪？咁我又唔覺得喎。咁你係你係想講啲乜嘢咧？咁樣講你媽咪之間同埋你之間嘢係咪？我讀大學畢業之後出來，我就一直有1年嘅時間我都揾唔到工作，然後因為嗰段時間就係嗰隻口罩原因嘛，大家因為大數據大家都行情唔好，我媽咪佢又唔俾我出遠嘅地方上班，就係要屋企附近嘅，咁我就好耐都揾唔到工作啊嘛。之後佢就嗌佢姐妹幫我揾咗份工，就係安排在佢姐妹老公嘅公司嗰度上班嘅。跟住呢，然後我就喺佢姐妹老公個追佢行，因為我又比較有能力噶嘛，之後我就成為咗佢嘅得力助手。之後我就經常同佢一齊出差。你媽咪姊妹嘅老公？我媽咪姊妹嘅老公，係。你媽咪今年幾大？我媽咪啊，今年49。49啊？咁你媽咪嘅姊妹都係49嘅咯喎，48、9嘅咯喎，50零嘅咯喎。係。之後，因為我覺得我哋即係我同咁樣子嚟講咯，就係我媽咪姊妹個老公，佢嗌咗阿明，然後我就嗌佢明哥。明叔。我媽咪話唔係明哥，佢話嗌明叔有啲老啦，佢嗌佢明哥。之後明哥佢覺得我啲能力係比較好，之後佢就經常帶咗我一齊出差。然後明叔帶住你出差？係明哥，唔係明叔。明哥。係明哥。因為公司嘅人都係嗌佢做明哥，因為雖然話佢係有咁多歲啦，但係佢真係都係好似睇到係好似後生仔咁樣子嘅。咁所以叫明哥。係，所以佢就嗌做明哥。係。咁你同阿明哥做乜嘢啊？去出差做乜嘢啊？你同阿明哥做乜嘢？發生咗啲乜嘢？我同明哥出差啊，因為我係佢手把手教出嚟噶嘛。咁做乜嘢咧？媽咪唔同意佢出差，跟住佢出差係咪？跟住你學壞係咪？唔係，因為我嘅即係嗰隻業務能力啊好強，之後明哥經常同我一齊出差，之後明哥佢特別照顧我。佢照顧你啲乜嘢？照顧你業務上嘅定係生活上嘅？都有，業務上又有，生活上即係我要來姨媽嘅時候，佢又會記得我嘅姨媽嘅時間，佢又會準備到好。點會知道你嘅姨媽嘅日期，妹妹？即係有一次我肚痛嘅時候，然後佢就問我做咩嘢，然後我話生理期咯。咁就每次之後，佢就每個月都記得，都會提前準備好姨媽巾。佢點解會準備好姨媽巾俾你妹妹？因為我能力好，所以佢欣賞我啊嘛。佢能力好，佢都唔會準備埋姨媽俾你，姨媽巾俾你作為一個老細。點解唔會啊？因為有朋友之間嘅關係啊，咁啊。因為我能力真係好好，我業務能力真係好強嘅。我聽你把聲音，我知道你好強，但係佢點會攞埋姨媽巾俾你？你有冇俾佢睇埋？佢係喺超市順便買噶嘛。佢老婆都冇對咁好，點解會對你咁樣？你話俾我知。欣賞我啊，佢啊。你講埋佢妹妹欣賞你，我覺得你好有自信。你屋企有幾多個小朋友？你屋企有幾？你媽咪有幾多個小朋友？我媽咪就我一個小朋友啊。你繼續講咁樣。我繼續講。即係小賢姐姐，你覺唔覺得佢每個月準備好嗰隻姨媽巾同埋紅糖水俾你，你會唔會覺得好感動啊？一個伯父準備個姨媽巾俾我，我就覺得呢個伯父咧想邀約我。點會咁講呢？咁咪佢無啦啦準備姨媽巾俾我做乜嘢啊？肯定係等我嚟完啦，然之後掉咗嚿姨媽巾，然之後抹開咯。唔係啊，佢真係想我安心做嘢啊嘛。我一個咁平凡嘅女仔。
呢個世界上你話佢貪我啲乜咧，嘢？你話佢貪你啲乜嘢啊？你今年幾大？我一個咁平凡嘅女仔，我今年25歲啊。咁直播間嘅人，你覺得咧呢個阿明哥咧貪佢啲乜嘢啊？你以前有冇拍過拖噶？冇，因為我媽都比較管咗我。老實講啦，我真係從來都冇感覺得到，原來有個男人可以做得咁貼心嘅。因為你冇遇過好嘅男人，亦都冇遇過男人，所以你唔知道咧，男人咧可以咁貼心嘅。佢為咗得咗你隻西咧，話俾只要搣埋粒痔瘡出嚟，佢都願意為咗你啊？點解會咁講呢？包埋皮，因為佢都願意。我本身又係一個單親家庭，因為我哋好冇感受得到呢咁嘅愛。咁你當佢係父親啦，定係當佢係男朋友啊？男朋友你當佢係男朋友？係，因為佢大你好我覺得佢真係多嘅喎，好細心。妹妹。大你20幾年喎。係啊，但係我你2000幾年啊？2000幾我年啊？ 2000年，我以為你佢2000幾年但係我兩個臨2000回，佢都又係即係佢又係屬龍嘅。我仲講埋屬龍先，證明咧你對佢都係刻骨銘心嘅啦，陰公啊真係。係啊，仲話係啊，你繼續講咁。我覺得佢真係對我好好，我已經情不自禁。唉，我又冇諗過我會傷害我媽佢嘅姊妹嘅。你冇諗過，但係你有冇同過阿叔叔嘅啊？叔叔咩？有冇同過你個明哥去機啊？叔叔咩？有啊，你主動嘅定係佢主動同你機嘅？佢主動啊。你繼續講啊！阿平常心，我捏係平常心上嚟，平常心。姐姐，阿小遠啊，小遠。妹妹啊，2000年嘅陰公喎。妹妹。係啊。我而家上嚟咧，就係頭先覆你頭先嗰句，你係一個平凡人。佢同你準備為姨媽巾同埋紅糖水，為乜嘢？為你嘅蚌咯，為你嘅蚌咯。點解為你嘅蚌咧？因為你嘅蚌係啱啱新鮮出爐。係啊，啱啱長大佢就要食蚌啦，話俾你知。你都未生豬，老蚌咧就生豬嘅，變成老閪殼嘅。你係咪老係啱啱？等於你係我點形容咧？嗱，等於形容俾你聽。一朵花，個花冧準備含苞待放嗰陣時，係啱啱待放嗰下子，你主要係。佢梗係對你好啦，姐姐。阿妹妹，唔好叫你姐姐，妹妹，佢梗係對你好啦。佢就貪呢樣。我講俾你聽，你真係點解你會？點解話2000年嗰啲人啲生，佢又唔識講你姐姐？我表妹都2000年嘅陰公。一個伯父大你話兩輪係咪？大咗你兩輪。2輪即係24年。係啊，係啊。我話係啊，係啊。我妹妹，你諗下佢大你2輪，佢點解會對你咁好？點解對老婆唔好？你既然一個平凡人，佢點解會對一個平凡人係咁啊？唔係話能力好就要咁對你，好核突。如果一個伯父對我嚟生理期嗰陣時候準備 M 巾啦，準備紅糖俾我覺得好核突，我作嘔嘅。點解咧？會覺得佢特別好咩？好貼心咩？好細心咩？妹妹，你聽我講。如果佢同你係同齡咧，我就當佢係細心想追你，大家同齡人，但係佢大你24歲，阿爸都唔會主動過。喂，蕭姐姐。係你好，英姐。我想問下你，嗰啲白單白啲細佬哥6歲可唔可以陰啊？可以。可以啊？係。可以，你等陣上唔上啊？上下。讓我等下拍2份，係咪撳咗個點撳法啊？一下拍2份。你加2就得噶啦，1、2第一份，再撳多個2就得噶啦，撳到個2就得噶啦，明冇？撳兩次啊！阿梁仔，你幫我彈上喺嗰個白蛋白好唔好啊？我家姐個外孫成日一感冒，成日一咳，佢話叫我問下你，佢可唔可以陰6歲？你飲過未先？我自己陰過啊，我自己陰過。好唔好啊？好啊，我已經拍咗好多陰過。我之前咧就成日一感冒，成日都咩嘅，後尾我拍咗嚟啲白單白陰咗，我姐夫又拍咗陰咗又得。依家我第2隻家姐，我唔係叫梁仔寄咗過去嘅，佢話陰咗2份，好咗好多。嗱咁好啦，我上咗落去先，唔係俾人哋屌鳩赤我，好唔好？我上咗啦嚇。好。嚟350蚊啊2盒啊，放你落去姐姐。好。拜拜。妹妹繼續講啦，妹妹。關咗個風扇先得，邊個開咗個風扇啊？平常心。我關風扇先。你繼續講啊，妹妹。因為
俾我媽知道，我媽佢打我，佢人生中第一次打我。佢點會打得到俾你媽知道嘅？你哋點俾你媽知得到啊？即係我為咗同阿明哥佢有咗個人個空間啊嘛，私人空間。然後明哥佢就喺公司嘅附近嗰度幫我租咗一個公寓仔。一開始我媽係唔俾我出去住嘅，但係佢又經常話見我加班，然後咁辛苦，佢就同意咗我出去。然後我媽佢揾我攞咗嗰隻公寓嘅備用鎖匙啊。哦，即係佢俾你出去住，但係你要俾個公寓嘅備用鎖匙你，佢係咪？係就係咁樣。